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Bike 精選二手單車特區，我係 Michael。咁今日代客放售呢部車呢，就係 Java Neo 嘅20寸9速鋁合金三摺車。咁經過我由頭到尾嘅檢查，呢部車就仿如全新車嘅狀態啦。據說呢位客人呢，就試過幾次車嘅啫，咁就唔啱踩，所以放售啦。咁原價呢部車呢，就3880蚊，再加埋呢，佢加咗腳撐同豬鼻啦，就接近4000蚊多少少啦。而家佢放售呢，就3200蚊嘅。咁經我介紹得嘅車呢，唔靚唔正呢，我都唔會介紹嘅。實際試踩嘅時候呢，就平路上車落車啦，轉波剎車各樣嘢呢，都同新車係冇乜分別嘅。個碟呢，係仲未開皮添嘅。如果對今日介紹嘅呢部二手單車有興趣嘅朋友呢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啦，電話就係62740501嘅。歡迎大家查詢詳情。如果對呢部車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留意翻片尾啦，我拍咗啲硬照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嘅。喺往後，如果我發現有啲值得推介嘅二手靚車呢，我會再拍片介紹俾大家啦。希望大家中意。今集呢條片呢，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But all